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好，我来派入院速修。好，我来派入院速修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给我的单子，要是急诊室护理人员帮我嘅单呢？要是急诊室护理人员帮我嘅单呢？好的，要住一般的健保病房，还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好，我喺一般嘅健保病房，又係愛自費產業病房呢？好，我喺一般嘅健保病房，又係愛自費產業病房呢？自费差额病房，自费产業病房，自费產業病房。您需要雙人還是單人的病房？我愛雙人病房，又係單人病房。我愛雙人病房，又係單人病房。雙人病房，雙人病房，雙人病房。自费雙人病房費用差額為1天1000塊，可以嗎？自费雙人病房嘅費用差額係1月1000嘅元，做得冇？自费雙人病房嘅費用差額係1月1000嘅元，做得冇？可以，做得，做得。好，急診費是350元。好，急診費係350嘅元。好，急診費係350嘅元。請問您和病人是什麼關係？請問同病人係乜嘅關係？請問同病人係乜嘅關係？我是他太太。我係佢伴娘。我係佢伴娘。要麻煩您填寫一般同意書跟自費同意書。我麻煩下一般同意書同自費同意書。我麻煩下一般同意書同自費同意書。這邊填寫病人的名字，這裡填寫您的名字、電話跟手機號碼。來，入邊寫病人嘅名誒，入邊寫人嘅名誒，電話同手機號碼。來，入邊寫病人嘅名誒，入邊寫人嘅名誒，電話同手機號碼。這張是自費同意書，就是需要自費差額1天1000元的病房。要做係自費同意書，只會愛自費差額1月1000嘅元嘅病房。要做係自費同意書，只會愛自費差額1月1000嘅元嘅病房。請在這裡寫您的名字以及跟病人的關係，像提入邊寫人嘅名誒，還有同病人嘅關係。像提入邊寫人嘅名誒，還有同病人嘅關係。填寫好了，請你看一下。下後嚟，參考一下。下後嚟，參考一下。再麻煩您看一下一般同意書的第5點。咁麻煩看一下一般同意書嘅第5點。咁麻煩看一下一般同意書嘅第5點。如果有人詢問張先生的病房號碼，可以讓他知道嗎？那係用人問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做得本記點麼？那係用人問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做得本記點麼？可以。那請您在這裡勾同意。做得。給請提入邊叫同意。做得。給請提入邊叫同意。這份一般同意書的第2聯紅色單子給您留存。一份一般同意書嘅第1聯紅色單呢本唔留存。一份一般同意書嘅第1聯紅色單呢本唔留存。第1聯白色單子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及住院通知單拿到急診。第1聯白色單呢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還有入院通知單拿到急診室。第1聯白色單呢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還有入院通知單拿到急診室，交由護理人員辦理住院報到哦，這樣就完成住院手續了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入院報到哦，咁樣就完成入院手續嘞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入院報到哦，咁樣就完成入院手續嘞。好的，謝謝你。不會，不用客氣。好，按字寫哦。唔是聲音。好，按字寫哦。唔是聲音。